之前我會一直提及我哋需要改變先可以令到身體會有所轉變、有所改善。但係點解咁難去作出改變呢？其實你會發覺你個心底會有種抗力，你會唔想改變，你會對衡咗呢一種力量。點解呢？咁我哋今日就會探討多啲，等你可以了解多啲，從而接受現狀，亦都可以擁抱改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Jean， 我係一個癌症末期嘅病人。我由乳癌開始轉移到多過7個地方，喺唔食標靶藥、唔做化療、冇中藥、冇免疫治療之下，身體仍然慢慢穩定地康復中。我希望我嘅分享、梳理情緒、正念嘅思維可以幫助到大家。同埋請大家留意，我都會準備開始製作會員頻道，製作多一啲唔同嘅內容，分享多啲我個人生活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，記得之後留意我嘅會員頻道啦。好，咁首先我哋談及下點解會抗拒。喺我哋一開始發現咗有病，要慢慢消化嘅過程，同我一直所提及要改變，你會發覺好似有種感覺就係即係我做得唔好啊，即係我一直以嚟我用錯咗方法，定係我生活模式、我嘅生活態度唔啱啊？我哋會用咗好多對同錯、做得好唔好嚟去評價自己，或者嚟去批判自己。其實呢種感覺之前都提及過，呢一種係一種內耗嘅情況，你會不斷地消磨自己嘅心智，令到自己每日都好攰，好似做咩都唔啱，越嚟越消極。所以第一樣嘢，你會發覺呢種對抗力其實好簡單。第一個原因就係恐懼未知。我哋因為一直習慣咗喺自己嘅舒適圈裏邊，所以你會從來都唔想離開呢個舒適圈。當你要踏出一步，哇！呢種感覺好驚、好恐懼，你就會有一種我唔想改變。我留喺原地就好啦。如果我行出呢個舒適圈之後會變成點㗎？你會好多自己假設嘅憂慮出現咗，所以你唔會想改變。第二樣嘢，你就係自我懷疑，因為你要離開舒適圈，你就會懷疑我有冇能力㗎？我可唔可以真係做到㗎？你得啫，我得唔得㗎？我未必可以㗎喎。仍然係因為有好多嘅恐懼同懷疑咧，令你產生咗自我懷疑嘅境況，所以你繼續喺內耗嘅情況，同埋你會覺得改變係一件好遙遠嘅事。第三樣嘢就係習慣咗啦，你已經習慣，其實同舒適圈一樣，你每日嘅習慣已經係咁樣，你每日嘅生活模式都已經係咁樣。例如我22年嘅12月見到有好轉，仍然我就習慣翻去自己嘅舊嘅工作，冇大改變過我生活模式。其實呢個都係我嘅習慣嚟嘅，我覺得一定要翻份工，繼續要賺錢，繼續去冇注意到我嘅身體健康，冇平衡到我平時嘅生活，所以呢一樣嘢就係我哋習慣都令到我哋唔想改變。而第四樣嘢就係你嘅完美主義啦。當我哋改變嘅時候，你覺得我行出呢一步之後，我會去到咩程度呢？我會唔會去唔到最好嘅位置呢？即係你會覺得我做唔到最完美嗰刻，仍然都係嗰個原因，就係你諗得太多，想像得太多，假設得太多，對自己好多批判，亦都對自己好高要求。所有嘅呢啲嘅種種嘅思維咧，亦都係阻住咗你改變，成為咗你嘅障礙力。所以呢一刻，我可以總結之前嗰3集，再加埋今次所講嘅嘢，就係你要接受現狀，唔好再批判自己。例如，你唔好再懷疑自己過往嘅生活係點樣啊？點解我以前唔好好地生活呢？我究竟做錯過乜嘢，引致到我今日嘅身體變成咗咁樣呢？點解我會有病呢？其實嗰啲都係過去啦，之前提及過，所以唔好再重複之前嘅思維。我哋去改變一次自己嘅諗法，我哋要接受現在，忘記晒過去嘅嘢，再重複翻。我哋每日都可以訂立一個小目標，為自己健康着想嘅。例如今日去散下步啦，今日食得比較健康啲啦，今日做一啲冥想啊，總之點樣去維持自己每日嘅心情比較舒緩啲呢？呢啲係好重要嘅。而第3樣嘢咧，係之前冇提及過嘅，就係我哋要注重嗰個過程，而唔係注重嗰個結果。當你每日就係諗我要健康，我要見到我要即刻健康，其實好多嘢係一步一步嚟。就好似我咁，我由1年幾前，其實我唔會即刻好似今日咁樣越嚟越好，我唔會突然之間變好，我係都花咗好長嘅時間。我冇食藥啦，我靠自己嘅正念啦，靠自己嘅健康飲食啦。但係我知道呢一個係我身心平衡嘅狀況之下，我可以繼續維持慢慢康復嘅進度嘅。咁所以呢樣嘢其實係冇得急，我亦都唔會突然之間可以俾一個奇蹟你。我可以好似22年嘅10月至12月嗰陣時候，短短2個月令到好多地方可以消失，但係嗰一個食療並唔係可以長遠地繼續喺我嘅生活維持落去，因為
我唔可以每日食 cottage cheese，反正我之後都講過，我個胃唔係好承受得嗰種嘅溫度，長期食一啲咁冰凍嘅溫度嘅食物啦。同埋始終我哋喺呢個現實世界生活嘅時候，其實實在有好多嘅唔同嘅引誘啊，或者你平時生活你都會見好多人，你點都要出街食飯，其實你好難拎住個 cottage cheese 同埋亞麻籽油出街。咁所以我就覺得後期最緊要就係身心平衡之下，我繼續以健康為主，健康佔咗成7成、8成或者9成嘅態度嘅生活嘅模式，而我只有10% 或者10零嘅 percent 就係可以令到我平衡翻可以好似其他人咁樣生活一樣，可以輕輕鬆鬆，有時食一餐，食下幾塊薯片啊。咁呢個就係我覺得一直維持住慢慢康復嘅身心平衡嘅狀態啦。第4樣嘢就係揾到支持嘅力量啦。好似之前我分享過我屋企人嘅分享啦，亦都我有我伴侶嘅支持啦。同時其實我都有我朋友嘅支持。咁但係嗰種支持究竟係咪適唔適量啊？大家就要去揾一個平衡啦，都係需要嘅。好似我同我屋企人都花咗好長時間揾一個平衡點，係大家得到正面嘅互相支持。我同我伴侶都需要一段時間，大家去磨合，亦都得到大家知道點樣互相照顧大家，同埋大家係有信心，我會繼續康復落去嘅。而第5樣嘢咧，就係相信自己可以值得更好，因為你今日開始作出改變，你今日開始為自己健康而行前一小步，每日咁樣累積，其實你一定係值得一個更健康嘅身體，因為你一直都做緊一啲嘢令自己身體越嚟越好。其實你自己都會知，你身體都會知，你一直愛惜翻自己，你有俾時間去愛護翻自己，你嘅身體同你嘅心靈，其實佢哋都感受得到。呢一樣嘢好似好抽象，但係好真實。喺我身上，我已經表達咗出嚟。當我花好多時間專注喺我嘅健康，當我去好好愛護自己，多啲時間休息，盡量保持情緒平和平靜，同埋感恩多啲，對身邊嘅事情都係感恩嘅態度，亦都盡量真係用愛嘅感覺去對大家。雖然唔係全部我都可以做到，我亦都唔係偉人，我都係一步一步逐少做。有時我都會有情緒波動嘅時候，同埋每一刻你都要有個意識去提醒自己其實我今日可以做得更好。當我發覺我情緒有波動嘅時候，其實我下一秒就會知道我有啲課題，我係要學識去再處理得好啲，我可以再用更好嘅態度、更好嘅言語去表達嘅。呢啲真係唔係一朝一夕就即刻做到，所以我哋唔使心急。最緊要係呢個過程，我哋行啱咗方向，我哋嘅身體就自然會有所改善嘅。內耗係一個好無形嘅枷鎖，令我哋難以行動。但係當我哋專注喺自己嘅內心同埋自己嘅身體，我哋每日訂立一個小小嘅目標，接受現狀，改變一次心態嘅時候，你每日為健康而着想嘅話，你嘅身體亦都會慢慢改變，同時亦都可以打破內耗嘅枷鎖。改變其實唔需要完美，只需要你開始第一步，因為你開始呢一刻嘅第一步，先會慢慢改變到你將來嘅身體狀況。接受現狀唔代表認命，而係為咗更好嘅改變。只要當我哋坦然面對真實嘅自己嘅時候，我哋先會踏上康復嘅路。希望你都同我一樣，願意正面去接受現狀，擁抱改變。大家記得之後睇我會開設嘅會員頻道，到時成為我嘅會員啦。請大家繼續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嘅影片，希望可以幫助到更加多嘅人。大家一齊身體健康，拜拜。